來關心天氣的消息，今麥在風颱北海豬呢已經離開台灣，也毋過受到西南風也閣有低壓帶的影響。未來這禮拜在各地天氣也是介無穩定的，尤其是喺中南部呢，有可能會有局部性短暫陣雨，也是雷公雨。也那其他地區在季島嘛有可能會落西北雨。前幾天受到風颱北海豬外圍環流的影響，北部的風雨真大。氣象署佇禮拜深夜已經有解除風颱北海豬的海上警報。不過氣象署表示，未來這禮拜的天氣要是較無穩定，拜一至拜四受到西南風的影響，拜五至禮拜受到低壓帶的影響，中南部會有局部短暫的陣雨，也是雷公雨。其他地區季島要注意西北風。今明兩天在低壓帶跟西南風的影響之下，水汽偏多，中南部地區斷續下雨，南部地區有一些局部大雨的情形。而中午過後的午後雷陣雨，在北部像是山區跟大台北地區要留意局部的大雷雨。但是氣象署也講，無落雨的時陣，各地普遍會較濕熱。拜二至拜四，因為水汽減少，溫度會較懸。中部以北甲花東地區可能會有36度以上的高溫，尤其是拜二，台東可能會出現火燒風。週二到週四還是持續會比較偏高一些，中部以北這些地方可會來到36、37度左右的高溫，而在台東還是有一些焚風的情形，在花東的高溫可以來到36、37度左右。另外，氣象署也提醒，拜二至拜六是年度的天文大流，西南部、東北部甲東部沿海的地區要注意海水倒擊的情形。若西北太平洋目前熱帶系統發展真旺，除了北海豬風颱，也有第15號風颱衝鋒，甲第16號風颱碧露，閣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。不過目前離台灣攏猶真遠，暫時對咱無影響。記者顧佑基、謝桂玲台北報道。